快台汽车真歹买，台中沙鹿区的公明里里长真大心，家己开钱买100节快台车，要免费提供给有紧急需要的长辈甲里民。民众排队要来领快台，这是沙鹿区公明里的里办公室。在地里长向厂商买200多节快台，予着急要用的时段，阁有里民会使免钱来领。很感谢啊，因为连那个实名制要排快筛都要排很久啊。哦，不止方便，非常安心，至少你自己可以晓得说家里的小朋友或者大人是不是都健康。因为疫情欠悬，袂少人拢去药局排队买快台，对时代来讲，身体负担真大。尤其沙鹿区公明里有真侪时代，所以里长希望透过发快台，会使来解决问题。自掏腰包来购置这个快筛剂来发放，也来协助我们公所，然后协助我们政府来帮助我们乡亲。里长嘛希望大家做伙打拼，会使渡过这摆的疫情难关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